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。那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浅显大德，大家晚安。今天由后学学习导读。那请各位浅显先将麦克风关闭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明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临三地，拈花应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三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将而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经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行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
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发显神通，折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，一叩，再叩三叩，四叩五叩，六叩七叩，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急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原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
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3地，拈花印证考3圣，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自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听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3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就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3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
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结神不改来净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回向文弟子净氏信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是陈子梅大安，长云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回向于将王大德，将王大德，恳叩祈求弥勒祖师，恳叩祈求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月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愿将王大德，愿将王大德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回归老母怀抱，回归老母怀抱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变见持尊容，莲开变见持尊容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再随菩萨下阎浮，再随菩萨下阎浮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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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尊佛。各位典坛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浅显大德，后学导读到这边，感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感恩啊，真理主任慈悲啊，感恩啊，感恩。各位浅显大家晚安哦。各位典坛师慈悲，各位典坛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浅显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